交通部鼓励各县市提出公共运输通勤月票的措施。花莲县的方案是市区的公车和台铁加起来199块，是目前全台湾上俗的方案。若佮加公路客运，嘛干那399块。这两项方案目前交通部拢审查通过，预告10月施行。 花莲地形下下长长，长期以来大部分民众拢是家己赛车，所以客运会当讲无人坐。也毋过，即马花莲县府配合中央提出通勤月票，市区客运搭配台铁只要199块，互有需求的民众真满意。好，这样很好，因为年轻人现在赚钱也很少了，薪水很少了，给他有搭车有这种的那个。 优惠也好了。另外，针对往来县市需求的乘客，县府也推出市区客运加公路客运搭配台铁月票，只要399块。这两种方案经回票价的70%拢是中央补助，199个方案是全国上架，希望起民众愿意来坐。服务的过程，我们大概都有规划过，大概以整个花莲县的这个民众搭乘客运还有公共运输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跟模式，那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应该是可以符合我们民众的需求。 不过，也是有部分民众认为，这两种方案的路线甲帮助伤少，就算月票票价是全国上架，这意愿也来看。不会，为什么？就是已经习惯就是骑车了，不会想要去做这个。我觉得事前可以做一些表单，然后你就是在据点上可以做得更精准。 县府强调，已经要求监理站客运业者加3间票证公司伫花莲转运站做票证系统整合检测。今礼拜已经得到公路总局核定，保证只要等台铁系统完成，有计10月份上路。记者综合报道。